第3号。今仔日我要演说的题目是我的老师。自我捌代志开始读册了后，看教我的老师是有够侪，毋过，互我永远会放伫心肝内的老师，就是我的台语老师。为虾米我对台语老师特别有感情呢？自细汉，我就是一个无爱讲话的查某囡仔，就是因为无爱讲话，拢交无达心的好朋友。一直到我读3年的时阵，迄个温柔水水的笑容，清甜柔美的讲话声，互我的目睭拢毋敢刷叮当。伊行倒位，我的目睭就射对倒位去。上台语老师的课，袂输是咧看个人演唱秀，互阮大家拢对咧起毛一样。台语老师上课真趣味，会讲会笑，佫会摇，口才极佳实，一喙挂双指，讲了押韵倒句，佫有道理。阮遮的学生是听甲真欢喜。老师上课毋但丰富佫深入，对阮鼓励无说也真老道。伊会制造机会，互阮上台表演。有老师的引导、看教，无爱讲话的我，竟然会轻松上台朗读唱歌，互厝里的阿公、阿嬷、阿爸、阿母拢真晓伊。是啥物人有遮大的撇步，会当互我即个袂输会教的查某囡仔，变成另外一个人？上届值得我分享的学习经验，就是伫庙埕头前，徛伫戏牌顶悬，甲我的妈子好朋友阿汉仔搭吹鼓表演。电火的光，互阮真惊吓。台下的人阮是看甲心淡淡，毋过加载老师教写稿，趣味笑开的内容，互阮双人感觉轻松佫无压力。感谢老师用心甲阮鼓励看教，互阮找到上台的勇气，激出表演的天分。讲到遮，恁一定真好嫌吼！遮尔好的老师是啥物名？生做啥物形？着互我来详解，互恁来熟悉。伊姓刘，名惠荣。拜托一下，台语家己爱正确，毋通甲我敬爱的惠荣老师叫成惠荣老师，安尼我是会受气哦。我亲爱的惠荣老师，人水体格阁真着道。文学底底佫有内涵，我足爱欣赏老师写的文章甲诗词。这世人会当甲老师结好缘，受到伊鼓励看教，是我上大的福气啦！也希望会使永远拢跟伫老师身边来学习。我的演说到这结束，感谢大家。